伫东南亚的国家拢有家己特殊食食的文化，亲像印尼有一种传统的饮料，是用百外种的药草来炼的，气味是真特别。即嘛伫咧台北车头附近有咧卖，除了真侪外籍的移工会去买，嘛有袂少台湾人嘛来试啉看卖。 Minuman yang saya pesan ini namanya jamu Jokowi. Rasanya agak manis, asam, dan sedikit pedas, namun aromanya sangat harum dan sangat menyegarkan. Anda percaya tidak? Kini jamu juga sudah tersedia di Taiwan. 这杯看起来色水正雅目的特调饮料，红号名做詹姆石口味，都是石口味草本饮料。詹姆是印尼人手一杯的国民草本饮料，内面的成分有姜、姜黄、柠檬，还有酸角这烹料，用酸甜苦咸来甲形容是真拄好。真爱啉的印尼籍的民众讲，逐工啉詹姆对健康真好，因为内面这烹料会当活化身体细胞，增强抵抗力。 Maknanya itu ya untuk orang Taiwan biar tahu itu jamu itu sehat。这间饮料店的头家是一对翁仔某，先生是台湾人，太太是印尼华侨的后代。两个人去巴厘岛度蜜月的时阵，意外去食到当地的詹姆，深深互迄种真歹形容的特殊味去想到。 因为这边我们所在的地点其实就是小印尼街，对，然后这边本来就有很多印尼的移工朋友在这里，周末周日会在这边聚集吃饭。 头家讲会甲这店开伫台北车头的附近，就是因为这附近就是有名的印尼街，逐工拢有真侪印尼移工伫遮聚集，变做因两城的人客，互人真意外的就是其他有8成的人客竟然拢是台湾人。亲像这个人客讲，伊真久以前有伫印尼啉过詹姆，所以来对这个味道一直无法度放袂记。即摆会当伫台湾找到一间会当提供原汁原味的詹姆，互伊真正足欢喜的。 因为我之前去过印尼了，所以这对我来说还好。对，我之前有喝过了。店内唔但是有请印尼的新住民含工读生，佮不时拢有办活动推广印尼文化，希望互更较侪人熟悉这个热带都市国家。Senang banget sih, soalnya udah beberapa tahun di Taiwan tuh nggak pernah ketemu jamu gitu。 替人客捧一杯介热的凉的，这个宣扬印尼文化的台湾人，要用上鲜的食材，互经食的人客嘛爱食。或者印尼的特色饮料，伫台湾嘛变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